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2，诗篇119篇41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互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我。三甲来祈祷，照你的话，互救恩临到阮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阮要永远唱歌称赞你的慈爱，也要世世代代宣扬你的信息。主啊！阮要因为你的快乐来欢喜，阮要因为你的拯救来快乐。因为你的快乐，互阮有大阳光；你的拯救，互阮有大福气。阮要感谢你无限，主啊！你的话是真实。你所出的话，大有权柄。阮较无你的律法甲教示。主啊！阮要遵趁你的命令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互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若遵趁伊的话，照伊的教示来行，伊就要将